如果要你揀一條幾千蚊嘅東星斑，同一條街市賣10幾蚊嘅青魚，邊條補身啲？我相信90%嘅老友記呢都會毫不猶豫揀東星斑，覺得越貴就越補。但係今日 Thompson 要好大膽同大家講，你揀錯咗啦。原來喺日本國立癌症研究中心嘅醫生眼中，街市最常見，甚至係你平時嫌佢腥、嫌佢 cheap 而行過都唔會望一眼嘅呢6種下欄魚，竟然先係真正嘅抗癌王同血管清道夫。只要食得啱，肝癌風險甚至可以降低40%。特別係第2種魚係香港人最常食，但係大家煮嗰陣竟然習慣親手將佢最珍貴、最抗癌嗰層黃金皮刮走，倒落坑渠。今日 Thompson 帶大家去街市尋寶，我唔單止教你食平靚正嘅救命魚，仲會教埋你點樣揀最生猛嘅靚貨，保證你買返去條條都係寶。首先講下原理，點解平價魚反而仲勁？秘密就係對抗慢性發炎。現代人多病痛，癌症又好，心血管病又好，背後個元兇通常都係身體長期處於發炎狀態。而深海魚入邊最珍貴嘅 Omega 3，即係 DHA 同 EPA 就係人體最強嘅天然消炎藥。大家想象下，我哋香港人飲食比較油膩，血管壁好容易積聚垃圾同血栓，導致血液變結，引發高血壓。而平價深海魚入邊豐富嘅 EPA， 醫學上被稱為血管清道夫，佢專門幫你溶走血管壁上面嗰啲垃圾，降三酸甘油酯，清走壞膽固醇。簡單講，食啱呢啲魚就係幫你嘅內臟同血管做一次深層清潔過冷河。對於經常出街食飯或者已經有3高指標嘅老友記嚟講呢，以下呢6種魚就係你性價比最高嘅保命符。第1種我要介紹嘅係青魚，即係沙巴魚或者花輝。講到通血管，青魚呢喺營養學界認第2，冇魚敢認第1。雖然佢喺街市賣得好平啦，10幾蚊一大條，但其實佢個 Omega 3含量係鑽石級，甚至贏過好多成100蚊一份嘅吞拿魚腩。日本一項長達10幾年嘅追蹤研究發現，經常食青魚嘅人患肝癌嘅風險大減40%。不過青魚好易變壞，以前啲人叫佢梅香鹹魚就係咁解。去街市點揀最生猛呢？記住睇2點。第一，睇花紋。背脊嗰啲深藍色花紋一定要清晰，對比度高，有光澤。如果花紋模糊變灰嘅，即係擺咗好耐啦。第2，睇眼睛啦，青魚眼呢一定要好似玻璃珠咁清澈透明。如果隻眼變咗紅色，有血絲或者混濁，千祈唔好買，因為唔新鮮嘅青魚藻氨酸會飆升，食完好容易引發食物敏感，周身痕。由於青魚本身油脂極重，千祈唔好再用油炸，最佳係鹽燒。灑少少粗鹽，用平底鑊慢火煎到魚皮金黃，嗰隻魚油香味冇得頂嘅。記住滴幾滴檸檬汁解膩，連皮食埋，血管即刻通暢晒。第2種呢，就係大家最常食錯嘅牙帶魚。大家回憶下，你洗牙帶嗰陣係咪習慣用刀背將魚身表面嗰層銀色有一層殘嘅嘢刮走？你要停手啦！你刮走嗰層銀鱗呢，其實係抗癌黃金6硫代鳥嘌呤。咁呢個名好深，你只要知佢係現代醫學用嚟製造治療白血病同胃癌藥物嘅原料。佢對於抑制癌細胞生長有強大作用。除咗抗癌，佢仲含有豐富嘅卵磷脂，延緩大腦衰老。你將佢刮走咗，等於將條魚最有價值嘅營養倒落坑渠。街市買牙帶點分邊條好食？市面上有好多種，教大家一個秘訣，睇眼。牙帶主要分黃眼同白眼。如果你見到條魚係黃色眼嘅，通常係本地或者近海魚，體型細條啲，但係肉質細嫩好多，最好食。如果係白色眼甚至大眼嘅，通常係遠洋急凍貨或者非洲牙帶，肉質會粗好多啊！食落去好似食木糠，梅身啲。識食一定揀黃眼。下次煮牙帶千祈唔好再刮鱗，簡單沖洗，用紙抹乾，用薑起鑊，慢火煎到兩面金黃。嗰層銀鱗呢，經過高溫煎香之後，唔單止完全唔腥，仲會有一種特別嘅甘香味，食落去係脆口嘅。第3種呢係癌細胞黑星三文魚。最新研究指出，
三文魚豐富嘅 Omega-3 脂肪酸有能力干擾癌細胞嘅生長信號，切斷腫瘤血管嘅增生，令腫瘤冇辦法吸收營養而萎縮，對預防女性嘅乳癌、男士嘅前列腺癌效果特別顯著。但係市面上呢，三文魚嘅質素參差，點揀？第一，睇顏色，新鮮三文魚應該係鮮豔嘅橙紅色，代表佢含有豐富嘅蝦紅素。如果你見到肉色發白、無光澤，千祈唔好買。第二，睇為彈，用手指隔住保鮮紙，輕輕撳下魚肉，如果即刻彈翻起，代表新鮮；如果撳落去有個粒位唔彈翻嚟，證明放咗好耐，細菌滋生緊。好多人問生食定熟食，雖然刺身好食，但係 Thomson 建議熟食，因為養殖魚始終有寄生蟲風險，老人家脾胃弱，生冷嘢難消化。試下紙包焗三文魚，包住檸檬蘆筍，焗15分鐘，鎖住肉汁，滑到不得了。第四種呢，係窮人嘅補品沙甸魚，唔好以為平野無好，佢係補鈣冠軍同心臟守護神，佢含有獨特嘅輔酶 Q10，幫心臟充電。如果你行兩步就氣喘，容易心跳亂，沙甸魚係首選。街市好少見新鮮沙甸魚啊，通常呢，大家都係買罐頭嘅。但係買罐頭咧都大有學問，記住睇標籤，盡量揀泉水浸或者橄欖油浸，千祈唔好揀鹽水浸或者豆豉鯪魚嗰類，因為嗰啲鈉含量極高，食一罐隨時等於飲咗幾羹鹽，食完血壓爆標，水腫都似得不償失。如果真係買咗鹽水浸呢，食之前呢，記得要用水沖一沖，洗走啲鹽分先好食。第五種係正氣之王黃花魚，手術後生完仔，老人家一定叫你食黃花魚㗎，科學上係有根據嘅。黃花魚含有豐富嘅微量元素硒，係公認嘅抗癌之王，可以清除體內導致癌症嘅自由基。買黃花魚最驚係咩啊？最驚買到染色魚，有啲無良奸商會將白花魚染黃當黃花魚賣。破解方法攞張紙巾輕輕抹下魚身，如果紙巾上邊有黃色顏料，即係假嘢啦。真正嘅黃花魚黃色係喺魚皮入邊透出嚟嘅，點抹都唔會甩色嘅。另外，真黃花魚個嘴咧係圓潤嘅，假嘅通常比較尖。咁大家買嗰陣記住帶包紙巾去試下。黃花魚肉質算反狀咧，最適合清蒸。如果你最近胃口唔好咧，試下用黃花魚加少少陳皮煲湯飲，鮮甜又養胃，飲完身暖搦搦。喺第六種咧，係水中人參白飯魚。佢鈣質與鎂嘅比例完美，足夠嘅鈣質可以結合腸道入邊嘅致癌物質，將佢哋排出體外，有效預防大腸癌。揀白飯魚要小心防腐劑，一定要揀乳白色、身軀條條分明嘅。如果你見到佢變成透明或者一劈嘢爛溶溶咁黐埋一齊，即係解凍過好多次變質㗎啦。最重要係聞一下，如果有刺鼻嘅化學味，可能係浸過甲醛保鮮。千祈唔好買俾小朋友食。Thomson 教你升級版白飯魚紫菜湯，鮮味配上紫菜礦物質，滾5分鐘就飲得，完全唔驚梗骨。小朋友撈飯一流。雖然呢6種魚係補，但作為負責任嘅 Thomson 必須提醒大家，有幾類人食呢啲魚要特別小心，食錯分分鐘出事。痛風患者高危。青魚、沙甸魚、白飯魚都屬於高嘌呤食物。如果你尿酸高或者正係痛風發作期，忍手暫時唔好食，否則食完尿酸飆升，隨時關節痛到落唔到床。服用抗敏感藥者，青魚體內組氨酸較高，如果你食緊抗敏感藥呢，可能會相衝，導致頭暈頭痛、嚴重高血壓或者腎病。食罐頭沙甸魚一定要買低鈉版或者洗走鹽水，否則鈉超標傷腎。出血性嘅疾病患者，深海魚油咧有抗凝血作用。如果你本身有凝血功能障礙咧，食前最好問下醫生。總結一下：青魚通血管、牙帶皮抗癌；三文魚餓死腫瘤；沙甸魚強心；黃花魚正氣；白飯魚護腸。最後俾個任務大家，即刻檢查下你屋企個雪櫃有冇呢幾種魚，同埋一定要將呢條片 share 俾負責煮飯嗰個。特別係關於牙帶魚唔好刮鱗啦，同埋黃花魚用紙巾試真假呢啲 tips 咧，真係好多人都唔知。可能你一個轉發
就幫全家人守護住健康，遠離癌症。我係 Thompson， 呢度係腦火靚湯，記得訂閱我，開埋個鐘仔。我哋下集見，拜拜。